我寫自然寫作啦，都寫咗10年㗎啦咁。好多時都係寫香港嘅唔同地方，通常做一啲 field trip 都係一日即日來回咁樣啦。自從住咗喺荔枝窩之後咧，直情係住咗去個大自然裏邊啦。基本上每一日都係同嗰啲動物啊、植物啊一齊相處，咁就可以經歷咗一個4季春夏秋冬嘅變化，就理解到可能係一個地方每一年佢究竟係嗰個 cycle 係點咧。我係一個重新學習嘅角色啦，耕田咧係一啲好實務嘅嘢啦。咁我哋平時可能我自己寫作好多時，以前嗰啲咧都係即係有好多自己嘅感想。去荔枝窩好考即係個人嗰個執生能力啊，同埋咩嘢都係要自己靠自己嘅，甚至係有時屋企有啲嘢壞咗，咁可能都有時候要靠自己去修理維修咁樣。生活嗰個模式或者係嗰個態度係真係兩樣好唔同嘅嘢。也斯真係對我影響好大，因為其實佢本身大學嘅時候咧係我嘅文學創作課嘅老師嚟嘅，佢就咩都教，新詩又教，又可以寫散文、寫小説。我記得也斯最勁嘅一樣嘢就係當時其實佢係識好多文化界唔同界別嘅朋友，亦都係有好多啲藝術家係可以做一啲 crossover。到我自己做創作嘅時候咧，我都會諗起當時嗰個 crossover。我原來我自己作為一個文科人，又未必真係需要係俾自己嘅文學背景局限咗。當我創作嘅時候，我都可以再學習一啲科學嘅知識啦，又或者係認識一啲舊村嘅文化，甚至我可以落手落腳做一個農夫啊，咁就令到我之後都會嘗試一啲唔同嘅創作嘅新方向。香港都有好多關於科普嘅書寫，咁但係嗰啲比較都係理科，即係或者係一啲資料性嘅嘢。有時人去感受一個大自然嘅時候，就係會有好多個人嘅感情，又或者一啲唔同文化嘅碰撞，可能寫出嚟嘅時候咧，又同一般嘅科普書亦都係有少少唔同。我自己就好着重 field trip 考察。尤其是係我介紹一啲香港物種嘅時候，我唔可以亂寫噶嘛。咁當然啦，去到嗰個地點即係作為一個文人就會有一個文人嘅感受，又或者係以前即係因為我中文系畢業噶嘛，讀過好多詩詞歌賦又或者係可能最古老嘅《山海經》咁樣，《山海經》講好多啲怪獸又或者嗰啲即係上天下地嗰啲，咁我亦都係會覺得。當我寫一啲文化嘅嘢嘅時候，亦都賴埋自然生態嘅嘢嘅時候，有冇機會係可以用翻即係可能係我讀過嘅一啲經典嘅內容呢？咁我又覺得好似係加咗一層有趣嘅面向，咁令到大家認識生態嘅時候，既可以認識科學嗰方面，亦都可以由文學嗰度發掘一啲即係以前嘅人究竟點樣用感性嘅態度嚟理解呢個大自然呢？可能自然寫作個門檻係會有少少高嘅，係需要一啲科學嘅知識做根底啦。植物呢樣嘢咧，看似係簡單，因為佢唔會走啊嘛。咁但係原來香港咧都有成2100種以上嘅香港原生植物。咁有一部分嘅植物咧係同科同屬嘅咧，其實佢哋係好似嘅，即係個樣係好似。辨認嗰個物種嘅時候咧，就唔可以出錯咯。當我啱啱 pick up 呢一樣嘢嘅時候，其實都花咗好多時間。我估寫到第差唔多8、9年之後啦，對於香港成個生態嘅理解會係豐富咗好多。一開始可能由辨識植物嘅物種，到慢慢就辨識動物嘅物種或者昆蟲嘅物種。點解嗰啲動物會喺嗰個生境度出現呢？嗰個生境點解淨係有嗰啲植物呢？你就會有一個概念係好似即係環環相扣，而唔係一啲獨立嘅嘢啦，即係就變成一個好有趣嘅一個網狀，交織出一啲唔同嘅理解。如果係最早期，可能係葉靈鳳，又或者係近幾年有一本係香樂師嘅翻譯嘅作品《野外香港歲時記》。香樂師就其實係一個自然生態嘅學者，睇翻幾十年前嘅作品，我就認識翻當年嘅生態究竟係點啦。
譬如阿葉靈鳳同埋香樂師佢哋1950出版嘅書裏邊，不約而同佢哋提過香港以前係有老虎嘅咁樣，但係即係我哋認知而家已經冇咗啦。當我對於自然生態係有興趣嘅時候，所有關於自然生態嘅，不論係文科人、理科人或者係其他嘅藝術創作，我都會吸收得好啲嘅喎。如果對於自然生態有興趣嘅朋友仔，可以睇我嘅尋花或者尋他啦。因為譬如尋他咧，裏邊就有一啲香港好常見嘅動物，譬如野豬啊、箭豬啊，嗰啲成日我哋行到去郊區都會見到嘅動物。透過尋他咁啊，就可以即係可能認識下點解嗰種動物會喺香港出現咧，又或者係喺文學裏邊嘅一啲相關嘅知識咧，咁都可以欣賞埋即係我畫嘅插圖啦。因為我由細到大其實都好中意畫畫嘅。透過畫畫呢個動作，我其實會重新認識嗰個物種，佢嘅結構係點，又或者去畫佢嘅眼神嘅時候，佢承載咗嘅情感係咩呢？我覺得認識自然生態咧，就唔好有一個框架。有好多朋友仔可能見到昆蟲，第一時間覺得危險、驚、核突。有時如果你停落嚟，可能停半分鐘，嘗試再客觀咁樣觀察下，咁可能你又會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咯。尤其是帶啲同學仔去做一啲生態導賞嘅時候咧，即係雖然見到一啲昆蟲，咁我都會鼓勵佢哋可以平靜啲去觀察下佢哋，因為有好多時對於嗰種昆蟲一個驚嘅態度，其實係好似係一啲約定俗成嘅嘢，但係其實佢未必係咁恐怖嘅啫。荔枝窩可能幾十年前仲有人耕田，咁所以咧就會有好多牛牛。咁而家我哋見到嗰啲牛群咧，就係當時嘅後裔嚟啦。咁我就同嗰啲牛其實係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啦，應該話。我會幫佢哋改名啦，又或者係嘗試同佢哋溝通。咁我又好想知道究竟佢哋對於人類嘅理解係有幾深？會唔會佢哋比我想象中聰明咧？咁樣。即係譬如佢哋會認得自己個名，又或者係認得我呢個農夫咁樣。當我同佢哋打招呼嘅時候，佢就會帶我去我隱山嘅田嗰度咯。咁佢哋知道我係屬於隱山嘅咁樣。對於一啲野生動物咧，都係會有一啲特別嘅諗法啦。即係譬如我哋個田而家秋冬咧，其實每一晚咧都會有野豬同埋箭豬入嚟我個田嗰度開餐嘅咁。我會諗多咗啊，諗多咗一啲人同埋動物之間嘅關係。咁但係我亦都係同時會了解點解農夫咁憎啲野豬咧？咁因為野豬會食晒佢哋嗰啲農作物，即係一個好複雜嘅情緒。都有好多 planning 嘅咁樣。首先都有諗過會寫尋花3啦。有機會都會寫小説啦，因為其實喺荔枝窩其實都住咗5年啦，咁都會有一啲沉澱。因為通常我覺得小説創作咧係比散文創作係再複雜啲嘅，亦都係需要多啲時間去醖釀嘅。咁我就覺得寫動物或者喺荔枝窩嘅動物點樣將佢變成一個小説故事咧，其實我都覺得係可以繼續探索嘅一樣嘢。由細到大，因為我本身都係好中意動植物嘅，直至到我估係2014年出《尋花》呢本書之後嗰10幾年啦，都係以香港自然生態為一個即係主軸去書寫咯。認識咗10年之後，我仍然覺得係仲有好多嘢係可以學習同埋好多嘢去認識。我都覺得呢樣嘢咧應該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主題，我會一直喺度探索落去咯。